中国对台军演第2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抗战甲口，咱的国军加强监控，随时待命。罗西亚指控乌克兰发射无人机攻击部队的官舍，国放调要报复，讲要改变谈判立场。匈牙利要禁止提供短期租厝，有厝头家就抗议，甲法院申请撤销，不过煞去后法院撤回。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中共发动军演第2天，今仔日讲针对咱台湾北部甲南部的海峡进行实弹射击，搁伫咧东部演练控制港口。针对这起无康的行为，咱的国军除了公布监控的影片，陆海空三军嘛伫咧各地部署待命，随时掌握中国的动作。一步嘛唔退，要保障安全。咱海军成功军舰甲中国好好号着舰双方咧对徛，共款伫咧台海前线，率领军舰监控中国的龙虎山舰。中国发动政治使命2025演习，咱国嘛无咧惊伊。国军30发布定情以对宣传片，一个手公开几啊张 F-16V， 利用暗角手夹枪监控中国运油20，空警500A 型机、歼10、歼16等等的军机，还有海军几啊只军舰监控中国军舰的影像，展现海军空军精速的能力。中国伟大军演进入第2天，东部战区30分别针对台湾北部、南部海峡进行远途实弹射击，而且公开射击的画面，讲全部拢拍有着，要来吓惊台湾。针对这点，国防部长郭立雄伫咧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掌握射击拍到的所在，是伫咧咱国24海里附近，集中伫咧第1甲第3个禁航区，并无发生任何的事故。实施了多管火箭的射击，那总共我们的资料统计呢，大概有27枚之多。我们所侦获到的共机一共是71架次，其中有35架次逾越了中线，进入到我们北部、中部，还有我们的西南空域。那共建的部分呢，一共有13艘。海巡专艇嘛掌握中国海警船的动态，用1对1方式，而且并行监控，强调伫中华民国的海峡，敢若有海巡有执法权。我方已多次警告你未前方亮光为13.6，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压，宣布伫台湾东部海峡组2车军舰队、甲无人机等等的兵力，执行立体投送、夺控要港等等的项目。国军反制中国军方演练中岛，海军海防大队透早伫咧花莲港部署，嘛赶去台东建构东部海岸防卫线。面对中国愈来愈敢，总统赖清德伫人民册写讲，只要团结，就会当共同来抵抗威胁。吁请全体国人，此时此刻务必冷静、沉着，而且安定。政府对所有的状况都有万全的因应准备。有片的渔民为着要闪开中国军演，提早回港，想袂到哪像看到中国军舰出现伫咧片湖花树海峡。偏防部赶紧执行重要目标防护的任务，随去到战术位置，深化战场的经营。为了防范中国由演转战，为淡水河侵入台北，五三工兵群运用 M3 扑门轿车甲侦察突击船，伫水路进行多战处阻断的配置，无意影响中国军方的行动。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轻，飞弹已经挂起伫飞行机，太平升空。咱那上强的战车，陆军 M1A2T 投入第2批换装的训练，执行实弹射击，加速形成战力，捍卫家园。记者综合报道。2005年剩上尾2天，今仔日新闻世界通要带大家来看今年发生伫咧咱台湾这片土地大细项代志。年初时，台中新光3月发生假释爆炸意外，造成5个人死亡。这是台湾历来上严重的百货公司公安事故。除了公安，咱的国安问题，亲像台积电要伫美国增加投资，中国配偶发表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也是中国演练甲台湾包围起来。过川普宣布对顶关税了后，台股高一日就落超过2000点，这拢引起大家的关心。除了境外威胁以外，咱家己国内嘛是问题了了。无论是一大堆查甫艺人爆出闪做兵的争议，也是新北三峡有侪伙人塞车弄死4个人的事故，拢引起百姓不安。
遵照咱的国造厂水南海群湖，6月是总算进行头一摆海上测试。不过调野规工完价完袂煞，也是互民众看袂落，发起大罢免。只不过最后是拢总无通过。到下半年时，连续有风台扫来，造成灾情。上严重的就是花莲马太红溪崩山湖做大水，造成19个人死亡。后来佫标出非洲地震，台湾是暂时脱离3大地病回疫区，民众嘛对咱的食安产生疑虑。也政府破发1万块，也佫有行政院无要副司在违法修正案，民众嘛有无同的看法。不过，大家上关心的也是前几日啦，台北发生随机杀人一案，造成4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sau来各地跨年活动要安怎提升维安，就成做重要的问题。这一年来，台湾面对各种无同的风险甲挑战，又果是安怎经过来的？详细情形，带大家做伙来看咱的专题报道。12月19要暗的下班时间，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攻击，引起社会关注，造成包含嫌犯在内计共4人死亡。回顾起来，台湾今年无啥物病症。今年2月，台中新光3月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今年200多天的停业，算是目前台湾历史上上严重的爆火公安事故。气爆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哈，那有路人也受到了波及，造成欧卡，所以这个附近呢，我们都进行管制。5月份，三峡北大国校外口发生严重车祸，78岁驾驶驶真紧，从红灯去弄到学生甲家长，造成包含驾驶在内4人死亡，16人受伤。加上一寡个人驾驶出车祸的事件，也致使交通部修改规定，自明年5月份开始，个人换照的年岁对75岁降到70岁。未来要换照的70岁以上的这个高龄驾驶，我们希望都能够做到认知功能的检验。天灾部分，今年7月受到丹那市风台、威帕风台，甲7月28西洋气流影响，中南部透风落雨，风灾造成超过6万户的徛家厝受损。台南甚至佫有连续7天的停班停课。南部救灾也未完全结束，9月23，花莲马太红溪崩山湖溢出来，造成更较严重的灾情和伤亡。啊，脚不见了！交掉了，交掉了！因为江湖乡有人无及时撤离，造成这场灾难有19人死亡，5人失踪，157人受伤。中央地方同齐救灾，国军也在第一时间动员。只要民众愿意，国军可以进入屋内协助大家搬离大件的家具，也可以做清理的工作。严重的灾情也激出台湾人的爱心。拿到了，我们就准备移动了。灾区试工超过45万人次，真侪沙挑超人拢投入救灾，也靠民众的力量，互花莲灾区20天左右就恢复一般的生活。若是天灾人祸、治安问题，也互台湾的民众心惊惊。10月份，台中标出头一站的非洲地震，也互台湾守护这档的防疫出现破口。昨天，农业部的兽医所接获了由台中市动保处采自台中无期的一个畜牧场的一个病史。这站事件也致使农业部宣布，对2007年开始，台湾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谢谢大家。啊，那政治的部分，大罢免算是今年的大代志。7月2日进行第1波的投票，8月23第2波投票。31个国民党立委，阁有新竹市长高虹安拢无通过。虽然罢免结束，但是政治上的对立并无结束，颠倒愈来愈热辣。混乱的政治局势，定着会继续出现在2026年。记者李选王志光台北报道。俄乌的和平谈判才拄有新的进展，即摆又搁传出冲突。罗西亚指控乌克兰发射无人机来攻击布丁的官舍，虽然无造成伤亡，不过罗西亚已经放调要报复，佮讲要改变谈判立场。也乌克兰这边是强调无发动攻击，批评是罗西亚在讲白贼。罗西亚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表声明，指控基辅伫咧半暝发动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针对罗西亚总统普丁伫咧密苏科甲圣彼得堡之间的官邸。罗西亚讲，虽然91台拢去轰炸落来，但是这代志发生伫咧美国甲罗西亚吹敲和平协议的时间，安尼做正恶质。罗西亚强调，军方已经锁定报复的目标，警告这直接影响到因伫谈判顶悬的态度。
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намерены выходить из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перерождение преступного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ерешедшего к полити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 переговорная 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пересмотрена. 当咧海俄中援建外宾的美国总统川普，伊对这件代志嘛有做出回应。伊讲，伊伫咧29早起甲普廷讲电话的时阵，普廷讲因兜启用攻击，这互川普是介袂爽。伊强调，任何针对领导人官邸攻击，拢是无应该的行为。不过，伊的态度嘛有留保留，讲美国会进一步查证代志的真相。I heard about it this morning. You know who told me about it? President Putin told me about it. Early in the morning, he said he was attacked. It's no good. It's no good. Don't forget, you know, the Tomahawks. I stopped the Tomahawks. I didn't want that.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it's a delicate period of time. 面对指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这拢唔是因做，强调乌克兰无发动攻击，嘛讲这是罗西亚搁在讲白贼话。Чергова брехня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вчора у нас була зустріч з Трампом. І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для русських, якщо у нас з Америкою немає скандалу, а ми маємо прогрес, для них це провал. 泽连斯基分析，即马有川普咧斗相共吹桥，俄乌谈判才有进展。罗西亚想要破坏进度，才会挑议国制造假新闻，替刷落来攻击找借口。伊呼吁国际甲基辅的市民爱提悬警觉，注意罗西亚的报复行动。公司新闻郑威廉编译。西班牙北部发生崩雪，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失温。因那南部是上大雨做大水，目前已经3个人死亡。另外，伫咧美国有一个炸弹气旋正咧发展，真有可能会加大雪，影响当地交通。为直升机看落，雪崩起的所在规个白茫茫，原地树啊甲山脉拢去互雪砍掉咧。西班牙北部比利乌斯山脉的攀地考察，这是一个除雪的圣地，当地29向崩雪。迄当阵有6个人当咧做爬山除雪训练，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体温伤低。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接到消息了后，赶紧去现场，甲这个体温伤低民众送病院。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27开始雨都无歇困，规个做大水，真侪汽机车拢冲走去，还佫有民众失踪。礼拜暗，当局发出红色警报，呼吁民众踮伫室内，或者是去地势较悬的所在。也那国民警卫队嘛，赶紧咧找失踪的人。Pues no, de momento sigue la búsqueda del chico que ha tenido pues, bueno, una mala suerte de caer con la moto al agua. 当国民警卫队发现这个失踪的少年人的时阵，伊已经不幸罹难，即届做大水死亡的人数增加到3个人。也那美国东北部、中西部甲大湖区，当受到冬季风暴、艾滋来的影响，费城2到2摄温度差不多摄氏16度，暗时啊降到零下7度。气象专家警告，这波强烈风暴可能持续发展做炸弹气旋，影响的范围为威斯康辛州到缅因州。估计到30透早会发生暴风雪，路嘛会结冰。目前已经发生几件连环车祸。We left Cable in northern Wisconsin this morning. About 6:45. It took us about 4 hours to drive down. Roads up north, the plows were out, but they were still pretty snow-packed, slick. 估计到30为止，这款的天气要是会继续影响大众运输，造成部分的所在停电。因为美国即马拄好是元旦甲新年连假的期间，不少游客拢按算出去佚佗。不过从2日开始，就已经有超过3600个航班因为天气的关系来取消，也佫有3万外的飞行机抓满分。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资料显示，古时美东时间29到下晡3点25分，有约6000班的飞行机抓满分，751个航班取消，严重冲击到游客假期的行程。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的第6区为明年开始就袂使阁提供短期租厝。当地厝头家不满，甲法院申请撤销禁令，不过所获法院驳回，认为这项政策是合法的。
像这种的设计，大部分是提供短期租住的标志。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第6区特雷西亚城，因为有真侪间音乐厅，还有国家歌剧院，有布达佩斯冰龙会称呼，这嘛是短期游客介意的租住地点。不过，匈牙利政府宣布，2026年1月7日开始，这个所在禁止 Airbnb 短期度假厝租人，而且也有可能扩大到其他的所在。根据匈牙利政府的观察，第6区有真侪厝拢登记做 Airbnb， 所以当地居民互人赶去郊区来大刷拢规大镇游客。另外，短期厝租人会甲房价差悬，致使少年人厝煞买袂起。A belvárosban, ahogyan mondtam, ugye több mint 10%-át veszik el sok helyen a hozzáférhető lakásoknak ezek a lakáshotelek. Ez az egyik probléma, amivel valamit kezdeni kell, a korlátozás egy jó megoldás arra. 为1月7日开始，移动平台广告会互政府监控，门外有配锁死阿嬷的厝，原来会接受检查。消息一日出来，当地居民批评这项新政策，个烦恼这会互饭店的大房价小起价。厝主是讲，本来这订单接拢接袂完，不过明年开始就全部出来，真烦恼厝租减少，未来日子要安怎？另外，违反规定可能会面临20万匈牙利福林，差不多代表19000块的罚款。若是租赁公司有可能面临200万匈牙利福林，差不多代表19万的罚款。Nekem nagyon hátrányosan érintene, mivel a megélhetésemet tenné veszélybe. Az valójában így történik, és elvesztem a munkámat 60 évesen. Már nagyon nehezen találnak másik munkahelyet, a másik pedig ugye akkor az albérlet几落百个厝主联署抗议，各向法院申请撤销禁令。因讲，若是禁令扩大，会对旅游业带来更较大的冲击，因为当地店面根本无法度，干那靠居民就会当生活。虽然有无共意见，法院也是驳回申诉，显示政府的政策是合法的。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年黄金的行情油源真好，不过白银是愈抢市。那投资者介意，加上工业需求增加，今年白银的价格大起1.6倍，每盎司来到83.97块美金，创历史新高。2025年，投资人上介意的贵金属就是黄金甲白银。不过，甲黄金无共是，白银除了一般投资人介意，还佫有真侪是工业用得到，基本盘正在，所以伫这强的需求甲持续供应欠缺，价格一直起。根据总部伫美国华府的白银产业协会估计，2025年全球市场白银的需求超过供给500万英镑遮济。为供需角度来看，现货市场的白银今年起1.6倍都无奇怪啊。不过，我见2025年底，黄金甲白银嘛分别行出起落的行情。金价虽然捌冲破每盎司4550美金这悬，白银嘛起到83.97美金的历史关键。不过，伫投资人获利卖出去了后，煞大落，引起市场对贵金属的起势，是毋是已经挖进买声的忧虑？这阵啊，一直呈现多头走势，黄金也是各国投资人一个追求的目标。不少澳洲人这阵啊，就入去维多利亚州的马里伯勒，想要试看家己乌金的手气。The best one was the 80-ounce nugget, yeah, and I found a 70, and I found a lot of 21s, and yeah, I found a lot of decent nuggets. Not recently, other than this 3.5 ounce 2 months ago. 马里伯勒这个地区面积9600平方公里，互人叫做黄金三角。即摆是全球上有金价探勘价值的地区之一。电视节目《澳洲淘金客》嘛一直吸引民众参加这项含金量正悬的户外活动。伫维多利亚，想要乌金的人爱向州政府各位去考证，才会当保留家己找到的黄金。这张去考证一届会当用10年，到今年11月已经卖16000张啊！一寡乌金的名人使用的金属探测器，甚至卖甲欠货。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野生动物为着要适应各种环境，发展出无同的困眠模式。亲像徛过是一届敢若困4秒钟，一天会困几若千届，互因随时会当注意视课位的状况。也若像海底这款生物，因是互另外一半的大脑休困，也若另外一半的大脑继续运作，用安尼方式来保持警戒。只要有大脑的动物，拢需要休困，连水母这款无大脑的生物，嘛是需要休困的。We are sleeping in a safe place usually, and we forget, I think, about the risk of sleeping.
人甲宠物会使安心伫厝里安安困。毋过对着一寡伫外口的动物来讲，困的时阵就是上界危险的时阵，所以因发展出真侪款困眠的方式来降低风险。比如讲，伫咧南极的南极徛鹅，伫咧生团的时阵，会一个照顾囡仔，一个去呛水找物件食。因一届敢若困4秒钟，一天会使困几多千摆。These little micro sleeps, 4 seconds at a time, add up to 11 hours a day. And that seems to be enough to keep busy penguin parents going as they watch over their nests during the hectic breeding season. So nature has evolved ways to make shut-eye possible even in the most precarious situations. 科学家过去是透过动物目睭刻刻来推算困眠的时间。这几年使用微型脑波监测器，知影佫较侪秘密。像讲伫咧加拉巴戈斯群岛的群蓝鸟，咧飞的时阵会使一半的大脑休困，另外一半的大脑继续运作。干若用一类目睭看头前，安尼会使连续飞40外公免落地。若转到陆地的时阵，佫会使互规个大脑有佫较长的休困时间。若像偏海拔，是会使一边生衣裤啊，一边困，藏到上百公尺深安全的所在，醒起来才佫浮起来海面。这是动物界上界安全的困眠方式之一。另外，海底会使用半边的大脑休困，搁那游泳，这互科学家拢感觉真新鲜。And I think catching the diversity of sleep in an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context would tell us a lot about the general role of sleep. How can these animals perform adaptively despite sleeping so little when we suffer dramatically if we lose just a few hours of sleep and might even fall asleep in dangerous situations like driving a car? 透过动物困眠的研究，显示困眠毋是一款固定的方式，是一套会使因应环境来做调整的生活策略，嘛打破人对着困眠的理解。这嘛正做一门新兴跨领域的研究方向。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祝大家平安顺心，咱明年再会。